来看一个上界新的消息，就是进前高雄市政府宣布验出专利的台湾雕鱼排这产品内面呢有动物使用的抗生素不符合规定。今日经过内部调查，才发现讲是检验科内部仪器设定出问题，电脑设定错误放大10倍，所以实际上是无检验到这个药品。卫生局也针对着这件事故来回析的。检验人员在操作过程里面，那将电脑的设定，发生错误，那导致有被10倍放大，所以它正确的结果是未检出。这样子一个事件在第一时间，我们已经通报了我们 TFDA 我们中央主管机关食药署，并且深入的去追究这样子一个事件的一些后续的一些细节跟责任。卫生局表示，讲也未厘清这件事件的操作人员故意或者是过失，就主动移上检讨调查咯。调查了后，确认这是一个单一事件，进前并无有电脑设定变动的记录。卫生局也向这个口湖鱼类生产合作社，也有专联甚至是受影响的消费者来回析的，也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也含专联业者主动协调相关的损失赔偿。